一点仔无共，就是伫礼拜中伫敬拜内底所使用的音乐，拢是为着要敬拜上帝，就安尼。吼所以这个敬拜上帝有真侪敬拜上帝的方法，就是人有当时会向上帝吟唱祈祷，人有当时嘛会对家己讲话，所以迄个歌内底拢有无共款的意思。人嘛会对边仔的人鼓励，讲你着警醒哦，你着互相相听哦。所以敬拜上帝其实是透过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人甲咱所伫地的这个土地建立关系，这个拢是敬拜上帝的过程。然后咱今仔日会当透过三角教会圣歌队因带咱透过圣乐来敬拜上帝。所以要紧的，有当时毋是讲真多，要紧的，有当时用唱的比讲的较好听，所以吟的歌有当时就自然会感动人的心，无需要讲真多，所以我讲真多拢假讲的啊有当时我讲真多拢假讲的，有当时用吟的，迄就会当感动人的心。这就是咱来敬拜上帝，就是圣乐主日伫咱中间上要紧的意义。所以，等一个三角教会圣歌队会带咱来敬拜上帝。不过，伫敬拜上帝的过程内底，除去因透过因的歌声来引带咱，随上咱嘛爱做伙唱来做伙和。这就是咱伫礼拜中做伙吟诗的意义。所以咱大声来献开圣诗第581首，圣诗第581首，咱来听琴弹一遍吼，来。旋律加曲调拢真古早，这差不多将近要300档的历史，总是不管安怎，咱现在搁咧吟。做伙来吟第一节，来。求主耶稣万福本愿，恳求阿乐听称赞，主事恩惠为把天际，我下吟诗来阿乐，人心阿乐龙莫西天，河海下音。好天边，上帝听他恩惠极大，应该感谢拢无算。所以，咱有注意到无？这是对什么人吟的？这是爱提醒边仔的人，爱记一咯。主救主耶稣是万福本愿哦，恳求阿乐听称赞，所以咱求伊阿乐听称赞。所以咱搁来献开圣诗第364首。虽然这时常用伫圣餐，总是这嘛咧提醒咱，诚做耶稣基督的肢体一部分，咱拢分着主耶稣互人背叛的迄块。当咱食的时，当咱做伙生活的时，当咱互相
分享的时，拢咧见证主的听伫咱中间。咱来咱来听琴单第一音就好吼，来预备。吃这饼，饮这杯，酒君我的宴会歌谣歌。吃这饼，饮这杯，心可我的宴会吹打。吃这饼，饮这杯，手君我的宴会歌谣歌。吃这饼，饮这杯，心可我的宴会吹打。第二再来。山林的苦也这麻不是这是对你定来的理由。吃这饼，饮这杯，酒君我的宴会歌谣歌。吃这饼，饮这杯，心可我的宴会吹打。全部5节，后边遐全部5节，所以邀请咱透过今仔日的圣乐，咱享受上帝所赏赐的祝福。也求上帝帮咱扶持，互这个礼拜内底所出的声，拢有伊所赏赐的欢喜甲平安，请咱陪伴咱的心。宣调曲，咱请三桥教会圣乐队来为咱献唱《非洲灵歌》。星星下对。
心心进来，心心正进来，心心正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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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正进毋过，伊要命令顶面的穹苍，搁开天的门，伊讲有玛纳互因食，上天的美娘赐互因。咱三甲来吟俄罗圣诗，圣诗第581首，581首，救主耶稣万福团圆，就从请起立吟这首。咱做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
咱三甲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2篇。伫圣诗后面1113页，我来客请会众来印。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同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主爱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疼，互阮会当三甲自接伫遮来敬拜你。你阁差遣你的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牺牲，互阮会当得到救赎甲赎罪。愿阮伫感恩中，阁会当来体会到你奇妙的疼。过几工啊，就是父亲节咯。恳求主祝福所有的父亲，祝福因健康、喜乐甲平安。特别是伫这个战乱、动乱、甲战争受伤以及失去家人的人，求主你加添因的快乐甲信心，互因伫你的疼内底，重新得到帮助，甲过着有愿望的生活。今日三甲教会李任何牧师也来到阮遮，请安报告正道，甲建堂募款，也带领圣乐队来献诗服侍。恳求主赐福李牧师，互伊所传讲你的教导，会当利益阮大家，也成做教会的帮助。求主也眷顾三甲教会连结正人听主的心，补足建堂的需要。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2章第60到第15节，以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24到35节。出埃及记，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今暝恁就会知，带恁出埃及地的人是上主。明仔早起，恁会看见上主的荣耀。因为上主有听到恁对伊的怨言，怨算什么？恁竟然埋怨阮。摩西阁讲，上主为何恁暗时有肉通食，早起时有美牛通食到饱？因为恁是对上主的怨言，伊拢有听到。怨算啥？恁毋是埋怨阮，是伫埋怨上主。摩西甲阿伦讲，你着叫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上主的面前。因为伊已经听到恁的怨言，阿伦拄在对以色列人全体讲话时，因看见旷野有上主的阳光伫云中显现。上主对摩西讲：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着甲因讲，到黄昏恁要有肉通食，早起时有美牛通食到饱。安尼恁着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暗头啊，有鹌鹑飞来。看满规个营地，透早，营地四围有亭落水，落水打去，因看到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米，
幼幼亲像酸。以色列人看到，毋知是啥物，互相讲来讲去，这是啥物？摩西甲因讲，这就是上主互恁遮的美娘。第二段约翰福音第6章24到35节，众人一个发觉耶稣甲伊的门徒拢无伫遐，就做遐个自文过去加比龙找耶稣。即人伫湖的对面岸找到耶稣，就甲伊问：rabbi，你什么时来遮？耶稣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找我是因为有饼食甲饱，毋是因为看见新食。毋通为着为败坏的食物拍拼，着为着久长存在，会当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迄个食物来拍拼，就是恁主要互恁的，因为爸上帝已经甲伊砍因认定。因就问耶稣：要完成上帝的工作，阮着做啥物？耶稣因讲：信上帝所切迄位，就是做上帝的工。因就讲：你要行什么神迹，互阮来看的心理？你要做啥物？阮的祖先伫旷野食玛纳，拄拄照圣经所记载，因有将对天来的饼互因食。耶稣就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毋是摩西对天来的饼互恁，是我的爸将对天来真的饼互恁。因为上帝所赐的饼，就是对天降落来，赐活命互世间的。因就甲耶稣讲：先生，请你不是将这个饼互阮。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吹打。愿上帝祝福听话过去行的人。赞美，咱请三角教会圣歌队所要赞美的诗歌是：上帝听世间人，甲以是至圣。
敬道，咱请三协教会李仁和牧师来敬道。题目是温暖福祝。吴牧师，教会正同工兄姊妹，大家平安。第先爱感谢咱的教会，互阮有这个机会来遮参与咱的敬拜，甲咱做伙来学乐上帝。坦白讲，咱嘛会讲拒绝我啦吼，因为甲我无啥物关系嘛吼，甲三甲教会嘛无啥物关系，因为佫无共中会吼。但是上帝恩典，真正互阮感觉到，亲像今仔日个主题，温暖、福祝，互阮会当来伫遮，伫圣乐主日个时阵，甲大家三甲分享。上帝正伫音乐家所创造真侪真水的诗歌，来做伙学乐上帝。较念伊咱要吟的迄首圣诗364首，你可能感觉足奇怪，今仔无要守圣餐吼，无选选迄首啦吼。其实你若注意看迄个歌词，甲今仔日的经文足有关系，特别是约翰福音。耶稣基督伊所想事的是迄个活命，永远袂过夭，永远袂过喙干，迄个恩典，永远的恩典伫咱的中间。伫阮伫经历即个建堂的即个过程的中间，也有真侪的代志，互阮去重新思考。包括讲阮为虾米要去，一定非去不可吗？因为有真侪人安尼咧问阮啦吼。因为我嘛有土地啦吼，嘛有家己的咧拜堂啦吼。为虾米一定爱去？最近阁有同工咧问我讲，是安怎一定爱去到遮大间啦？吼。连伊上落尾，我才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啦吼。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一寡经节的记载呢，来做一寡思考，互咱做伙来想啦吼。咱有无共款的民族，有无共款的文化，甚至咱拄则咧讲无共款的中会嘛，有无共款的做法等等的，无共款宗教的人，因呢对伫看即个福气的定义拢无共款啊。咱嘛知影讲过去的人拢讲啥物诶，着爱五子登科对无吼？这是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文化的中间咧看的物件。但是基督徒咧看福气角度，应该甲一般世间人无啥共款啦吼。就像咱台湾人足爱伫即个过年的头一暝，进前迄暝叫做啥？除夕的吼。食围炉嘛吼，食围炉。但是西方无安尼做啊，足侪人足好奇啊。牧师，你伫美国5岁12冬，恁过年拢食啥？我无呢，过年食暗顿。因为美国人无咧过年嘛，美国人的过年敢若无共款啊。因的过年可能参像伫迄个圣诞节迄个时阵，吼圣诞节是拢开始去买物件啦，来送礼物，我真正敢若过年的。阮的囡仔迄阵伫教会时阵吼，一寡长辈着伫圣诞节迄阵就会互因红包安尼，吼做无共款的文化，甲迄个时代。过去的人若咧甲长辈咧祝贺的时阵嘛，讲祝你食百二，对毋对？即马听着食百二，我拢会惊，你知影？我若倒咧面床，叫我食百二，你加一工我嘛无爱，敢是安尼？有当时咱即摆的人的想法较无共款啦吼。过去我捌一位已经安息的牧师，伊讲伊一世人吼，甲上帝讨要活90岁。有影伊真正90岁的时阵，台湾会90岁的时阵，上帝甲接转伊啦吼。但是就无拍算伊伫眠床顶倒8、9年的时间。当然伊还佫意识真清楚，但是伊就真无方便嘛，无法度做工。伊就咧讲吼，求火受毋得。爱搁较大的祝福是爱健康、平安，佫有喜乐。这有影咧吼。所以伫无共款的时代，咱对福气的看法也无共款。咱伫台湾人咧讲葬礼的时阵，拢会讲追思啦、告别啦，听起来拢足哀伤的，对毋对？但是你若伫美国吼参加葬礼吼，伊毋是安尼讲的，伊讲迄是庆祝会 ，celebration of life。生命上值得庆祝迄一天，为什么？因为我要返去厝里啊！要返去厝里，有啥物人无欢喜？足欢喜啊！要返去倒去？
等于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好所在，敢毋是安尼？所以是西洋的文化，伫看甲咱无共款。拄则讲着讲过去的人，拢感觉讲吼，倒囝倒孙较有福气啦，都爱食百二啦，都爱安怎安怎。但是即马现代人，伊讲吼，你莫图的，莫逼我搁生一个囝，你毋知生一个囝开几若箍，搁过一箍。即马人的压力，甲咱的时代无共款啦，吼，真无共款。基督的信仰角度，咱咧看福气，真正是无共款。蒙恩得福，拢是对上帝显来，吼，拢爱对上帝显来。那上帝要安怎互咱得到福气的人生？当然，咱的标准就甲世界无共款啦，吼。过去牧师伫美国牧会的时阵，定定去甲台湾中心、台湾移民的遮个中辈退休的人，甲因传福音。你毋知因拢甲我讲啥？你莫甲我传福音啦！你领的也无比我的退休金较济啊！你大也无我的厝的大间啊！我的福气比你较济啊！但是咱的福是啥物诶？咱的福毋是咧看会到的物质咧，咱看会到的是迄种，当咱伫上困难的时阵，还佫有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有迄个平安伫的。所以吼，足侪遮的长辈吼，有一个时阵拢会找我，当伊伫 ICU 的时阵拢会找我，拜托我去甲因祈祷。伊讲试看恁的上帝有效无安尼吼。咱伫人生咧追求的，毋是即种看会到真富裕的即个生活尔定，咱有真济是咱所看袂到上帝的同在。其实上帝的同在是足重要的啦吼。咱对今仔日的第一段经文看到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因足够埋怨的吼，这是呢专长。足埋怨上帝，埋怨摩西，吼！伫遐讲因无物件通去食，所以无肉令人瘦，对不对？吼！因甲摩西讲呢，人阮伫埃及的时阵吼，有饱会通食到饱呢，敢有影？含你做庄仔草，我就无爱互你啊！敢有可能互因真正食到饱？嘛有可能因家己饲羊，因会当刣啦吼，嘛有可能啦吼。但是真正因遮尔啊自由，遮尔啊丰盛吗？还是伫无的中间，这是一个埋怨的正口尔定。我想这，互咱来思考啦吼，咱无甲伊囥一个定论啦吼，无得甲因讲的嘛有影呢，因当食个足济啦吼。但是事实上因无自由啊，讲要离开埃及会袂使呢，着搁爱上帝甲因的偶像吼战来战去，搁战10回合，伊才要放因走呢。无自由的一个境况，就算会当食较肥软，迄我嘛无爱。咱对福气的看法是无共款，所以你要看以色列人，因的目睭拢在看啥？今仔暗顿要食啥？吼，因为拢在想这啦。今仔暗顿我昨食火锅啊，无我今仔要食啥？不过咱即马台湾人拢足幸福哦，足侪物件通去拣啦吼。咱嘛看见伫耶稣传福音的时阵。有5000人欠缺，这5000人是会当战争的哦。囡仔、妇人人无算，老人袂当战争的拢无算。5000人若生的起来，差不多2-3万人，伫迄个现场，伫遐无通食。咱若去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的记载，也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你互因食。”门徒落地啊，敢有钱？会当饲遮尔济人食饱，因就来甲讲主啊，打时间伫要到啊吼，叫因较紧走。虽然顾家己，咱就免负责任吗？咱来想看卖啊，迄个场景啦吼，彼得甲所有的门徒拢来找耶稣，天要暗啊呢，你遮尔啊济人吼，咱若无才调互因食吼，咱就该担责任。伊拢要听你讲话嘛吼，耶稣你要听你讲话啊，所以你叫因较紧转去。我6月份到牧师娘转去美国，有几间教会用阮去甲因分享阮的见证，去遐募款。阮就感觉讲去美国的台湾教会吼，食项足好诶，就是食中昼足好诶。好食足青草诶啦，40-50个人食500几块美金呢。当然因遐物件较贵啦，你莫学啦。
因的薪水吼，咱的3、4倍济啦，所以工钱嘛贵啦吼，所以物件也介贵啦，其实嘛食袂歹啦吼，为什么要食好？你知无？有一个退休的长老90几岁，你毋知伊爱开偌久的车来教会聚会，高速公路开50几分钟，伊还无算长的啊。我伫遐牧会的时阵，阁有一位兄弟是开2点半钟来，11点准时结束好啊，牧师无教话啊，11点准时结束，你赶快回家，回家吃自己。要安怎？90几岁50几分钟，你叫伊开灯去因兜，搁伫遐传中昼顿，比着因就是这种心态嘛。伊比着就是恁走我看无就好啊，我没有责任了，这毋是教会啊。这毋是信仰团体吼，但是咱咧看见讲，因也有欠缺，牧师要问2个问题啦吼。照圣经内底讲啊吼，5000个人食饱，有一个囡仔摕5块饼、2尾鱼。念伊恁出去外口的时阵，就看到阮有一个单叫做五饼二鱼，迄就是吼，伫网络有足侪迄落看到阮教会咧建堂义卖，毋捌阮呢，阮嘛毋捌伊，嘛毋是基督徒。伊就甲因兜剩的新的物件，捐互阮，互阮来义卖，迄叫做五饼二鱼啦吼。好，迄个囡仔的5块饼2尾鱼，佮另外4000人食饱，迄个囡仔是安那7块饼1罐鱼煲啊，要安怎互这人食饱？牧师要问的是，现场敢若这个囡仔有物件吗？咱想看卖啊吼。现场有2、3万人，敢若迄个囡仔的老母会替伊准备物件吗？牧师会当互你足清楚的答案毋是。迄个囡仔会家己去对耶稣讲要听耶稣讲道吗？咱的主持儿囡拢家己坐车来吼，老母会带来嘛？问老母会炸物件家己食啊无？想看卖啊！在场现场所有的2万人好啦，19999个拢业赛起，因的心态叫做贫穷心态。我若刻出来都无啊，是毋是安尼？我若刻出来都无啊。因所展现的态度，甲比着因拢共款。我无刻出来，这甲我拢无代志。无通个食，我上届无阁有家己的物件通个食，足有可能嘛吼。伫列王记上下卷第4章44节记载着以利沙面对100个人无通个食，伊的仆人的手中运20块饼，要安怎？伊的仆人讲吼，毋通分啊。本会无够，用咱即摆讲话讲吼，你本会加造成冤家，等会相拍，咱都要负责任。伊利沙甲讲，本落去，因为上帝有甲咱讲，毋但要食到饱，阁有剩。伫基督徒欠缺的即个代志，这中间所要互咱看见的。毋是咱会无才调，尔定啦。看到咱的无才调，尔定，爱无够格，咱要看见上帝有恩典满伫咱的中间。欠缺的意义，咱来讲圣经咧讲到迄个食宴食的代志，伫圣经定定咧讲食的物件啦吼。食的物件，圣经毋是遮尔啊俗气啦吼，但是迄个。意义有更较深，亲像今仔日约翰福音所咧甲咱讲，咱毋是干那要关注伫肉体顶悬的食饱尔定，咱嘛知影伫人的生活中间，咱咧讲用中文讲，天有阴晴圆缺，人有什么旦夕祸福，咱拢会拄着即种的问题，但是伫迄个中间，咱要安怎去超找上帝的保守？迄就是伫经文所咧讲的食米啦吼。经文中间所咧讲的食米，伫圣经旧约出来记记，上帝互以色列人食40万句的物件，这物件叫做啥？这个物件叫做啥？
我毋是咧问恁，我肯定据。这个物件叫做啥？玛纳希伯来文叫做啥？意思是讲，当因接受到这个会当食40当久袂枵饿的物件，因完全毋知影迄是啥物物件。上帝伫咱啥物货拢毋知的时阵，就赏赐伊的恩典，互咱食到饱，阁有剩。这是伫咱面对困难、欠缺的中间，上帝所要互咱的40当久，无欠缺一天。可能毋是满汉全席，但是袂枵。捡济嘛无剩，捡少咧嘛无欠。足奇怪吼，足奇妙的呢。迄上帝恩典是遮尔啊水。5000人食饱，即个囡仔5块饼2尾鱼，咱来想看卖啊。这个囡仔的奉献叫做啥？我全所有的都奉献，对无？伊身躯边拢总的嘛，我着干那安尼尔。伊就足单纯的啊，所以耶稣才会讲吼，你若要入天国，若无亲像囡仔，你就无在了入天国，无咱会想足济啊。我5块饼，一个人食一块，搁枵到要害嘛，食袂饱，搁食无够。咱会算的，咱会用咱的智慧去算，但是咱无算着上帝的智慧啊。咱无算着上帝的智慧。迄个7块饼甲细只鱼脯啊，互4000人食饱，嘛是共款啊。123所面对的100个人，迄个20块饼，咱咧讲，迄叫做小小的贡献。拄前礼拜5有一个姊妹，阮毋捌的，是伫阮外口有一个玉梅姊妹，伊是专门咧对我吼，咧用义卖遮个事工，伊拢定定伫迄个脸书内底咧分享吼，就一个非基督徒，逐讲我会当奉献无啦？恁有接受无？伊就真正起来啊，拜5就起来，伊就甲载来啊。今仔日恁会当看到迄个5块饼2尾鱼，毋通真正去找饼呢？伊毋是真正摕饼来，伊摕小东西来捐献啦吼。小小的贡献对咱来讲，这是上帝差天使伫阮中间做美好的工作。咧甲阮讲啥物话？恁无孤单。有一首诗歌我足爱，叫做《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吼。有人咧为着你祈祷，上帝将咱的名、将咱的需要放伫别人的喙内底，这是歌词内底写的，互人为着咱祈祷。这个姊妹，上帝祝福伊，我毋知影伊啥物名，我嘛毋捌伊，但是伊就安尼讲，就做到，物件就摕来啊。基督徒真正的福分是啥物货？咱传统上，咱感觉讲是耶稣。饲饱5000人，饲饱4000人，这无毋对。但是咱会记得一项代志，耶稣伫要饲饱这人进前做一项足重要代志，啥物货？摕饼、祝谢，然后爬开。这个真正啥物人来？啥物人的权柄？上帝的权柄。请咱会记得，迄是上帝的权柄。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迄个囡仔的甘心乐意，来完成一个无可能的任务，来完成这个无可能的任务。所以，什么人饲饱5000人、4000人，耶稣基督，还是上帝施了真正的恩典。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伫123所面对的这个100个人中间，真正是安尼，伊伫遐来讲，上帝有应允讲。这个人要食饱，而且阁有剩。对我来讲，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特别是在面对我咧建堂这么大的，安尼讲金钱的大坑洞就是讲，阮欠真济欠真济。我去美国的时阵，有长辈甲我问讲恁足财胆呢？我讲是安那？伊讲恁遮济钱恁当甲起咧我就分析互因听啦讲即马大概2年以后，台湾的迄个减碳成本会计算伫迄个所有的消费的物件内底。这个直接影响上济倒一项物件，你知无？什么物件生产用足地小的物件，需要足济的水去冷却？钢铁。
阮即个时阵发包，拄啊伫迄个疫情的起价了后落来，所有的原料倒转去伫疫情进前迄个水准，阮赶紧发包。啊，后壁要起价上的责任，感谢主，包商愿意甲阮做伙拼啦吼，嘿。阮即阵若无起，将来阁面对起价，钱欠袂到起价。会了解吼，连我搁大家搁较清楚来分享啦吼。所以，阮必须爱即马做真坚决的决定。即马若无起，将来叫做再留子孙。了解吼，啊，为什么要起？我连咪甲咱三甲来分享啦吼。阮伫三甲教会伫筹划即个建堂的中间，其实阮已经经历着差不多1-20档咧讨论。2015年，阮的和会就已经通过讲要起礼拜堂，所以组成建堂委员会。今年几年？2024，9年啊！我3年前对美国教会甲我聘转来，啊，我知影教会要建堂，所以我就真欢喜来甲因做伙行即条路。即摆袂当讲因啊，阮啦吼，啊，做伙来行即条路啦吼。足侪人问我讲，你是哪要转来啦？啊，伫美国生活就好好啊，对啦，伫美国生活足好啦吼。啊，但是安怎要转来？毋是看我，上帝要调我转来，我无转来吼，迄搁较凄惨呢。我会惊，吼，所以我乖乖听上帝的话啊吼。坦白讲，2020年，就已经有人问我讲，三甲教会牧师退休，啊要建堂，你有要转来无？因为甲我问的人是因。教会前任的小会议长，啊，伊知影我的博士论文写台湾礼拜堂建筑，所以伊就邀请我安尼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啊，未有疫情，我嘛答应一间教会要帮衬因做开拓的工作，所以我讲我无头壳底完全无即个想法啦吼。无拍算我转去了后，疫情开始，啊，教会也袂当开放，拢爱关起来。啊，真短的时间开始用网络，老人拢袂当出门，65岁以上的拢袂当出门，拢去用关掉的。教会家己的人无法度去做礼拜，哪有可能去做宣教？啊，有足侪的思考反省，就开始问上帝讲：上帝，你要爱我做啥呢啦吼？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就甲牧师娘祈祷啊，做一个讨论了，我就讲好，安尼。咱先决定，互即间细间教会另外去聘一个 part time 的牧师，毋免开遐济钱。啊，无因吼，因准备要甲因的迄个定存拢开咧，要赶紧来拼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我就请因去重新思考。然后第2天，有一个台湾的牧师甲我讲：“你小等我一下，我请一间教会甲你联络。”阮的主委王连丁长了过工打电话给我讲啊，这声走袂去啊！1年前我才甲撕掉，过1年，上帝安尼对南平，安尼上帝过来找我。当我的名摕去伫阮前任的小会议长的手中的时阵，洪英文牧师是我进前带的青年，伊讲我甲邀请伊甲我拒绝，即马竟然张了摕我的名互伊，讲我要骗这个人。伊嘛感觉真着惊啦吼，所以这是我转来一个故事啦吼，所以我无转来袂使啦，上帝爱我转来，甲阮的教会做伙来行即条路吼，行即条路。好，啊，过来我就要甲咱三个来分享，阮即马建堂所领受的异象啦吼。阮的教会今年148档，是1876年马偕博士所开设的第13间的教会。啊，这是马偕博士伊手写的记录。1876年，伊开设阮的教会。阮的教会除了伫民家厝聚会以外，开始正式有礼拜堂咧聚会。啊，伫阮即马是第3个地点。第1个地点是伫老街内底，吼。哦，咱看这个相片，你若有机会去的时阵，阮即马是去用占用的中间啦，吼。啊，阮咧想办法来甲讨转来。阮希望将来当做阮的社区的中心，因为伫老街内底吼。了后，阮去买一块地，起礼拜堂。
恁知影伫即个90年前、100年前要起礼拜堂，你敢有法度找着基督徒的起厝的师傅？若有嘛，可能足少啦吼。啊，阮找无啦吼。来甲阮起厝的是一个无信主的。啊，你叫伊来起礼拜堂，伊袂无？袂啦，因为伊爱趁钱啊，爱趁食。但是伊甲你起了吼，做一项代志。伊伫迄个，即摆佫看会到迄间厝，阮已经卖人啊啦吼，伊足早以前就卖人啊吼。伊伫迄个厝顶悬吼，放一个蒙牌啦。啊，蒙牌要创啥？你知无？在民间宗教，迄叫做咒诅啦。啊，要咒诅倒伫内底，啊，内底拢啥物人？我着牧师啦。啊，牧师甲传道者倒伫内底，啊有代志无？无代志啦。咱的瓦壳是上大尾，咱的上帝是上大的，吼，伊保守咱的前辈的同工，拢无代志，吼，拢无代志。了后，阮的先辈一位苏生长老啊，伊有感动着讲教会发展人愈来愈侪，所以着爱来买一块地来起礼拜堂，吼，迄是伫即个差不多90几年前啦，吼，1924年开始，吼，1924年开始计划，但是计划这中间当然有意见无共款啦，啊有经济无够个的所在啦，一直延一直前，一直搁拄着二次世界大战。你知影战争影响上大是啥物物资？建筑物资啦，吼，啊搁拄着国民党政府来台湾，拄着啥？4万块换1箍。毋是变壁纸尔，含棉仔纸就无法度，吼，4万块换1箍。所以当阮看到这个历史的时阵，阮毋敢讲，阮即摆面对的艰苦是足困难的。我毋敢讲啊，因的时代4万块换1箍，迄是偌尔啊大的一个挑战。存款单一暝都无去啊，了后大家开始集资。开始奉献，家己来建造。阮的旧的礼拜堂无建筑师画图，是土水师傅画的，啊，就开始起啊，真牛！我讲坦白讲真牛。阮迄个礼拜堂吼，足水的，啊内底声音效嘛足好的吼，嘿啊，为着要纪念伊，所以我着一寸一寸甲量的。我伫阮厝做一个模型，旧的模型，因为你无材料叫人做，因为我无寸尺啦吼。啊，量较好的时阵，我讲啊，无家己来做好啊，所以我就做一个模型，将来会放伫阮的历史室内底。一直到1950年啊，伫马街博士的后生来主持判托了，阮开始起做旧的礼拜堂。伫1952年的8月初10开始进入伫内底做礼拜。当阮入去做礼拜的时阵，其实还未起好。你注意甲看顶悬这个，顶悬佫有铁枝流出来有无？吼。嘿啊，啊无咧，听讲吼起好诶时阵做礼拜吼，外口墙拢还袂死啊个咧。吼，啊，迄个另外一个故事啦吼，有机会再过来甲咱分享啦吼。但是到落尾上帝恩典也互阮愈来愈好势诶一个所在。啊，阮起诶迄个厝毋是钢筋水泥，甲咱即摆概念的钢筋水泥是无共款诶。古早诶厝是差不多，阮折块，中用一支竹篙。来量伊的宽度，互伊袂走精，吼，所以竹篙就安尼锯，啊，就凸条的，用两三尺的宽度做基础，内底先贴大石头，然后灌浆。需要补强的所在才插铁基，所以毋是咱概念中间先绑铁啊绑好才灌浆，迄个概念是无共款的。吼，啊，用安尼的方法起来，2楼悬的礼拜堂。吼啊，伫三峡的名胜叫做鸳山的底下，吼啊，其实我足爱这个礼拜堂啊，吼啊，是咧，等下吼，这个工人叫做李仁和，我甲我牧师娘吼，去发现到一个桶啊，迄个桶啊吼，阮足侪同工吼，从来冇看过。啊，因为我常常伫遐咧洗啊咧量，哎，看到一个桶啊，但是内底去炸起来，即摆看到这钢带后壁，安尼一倒壁啊平，我就去甲用起来，遮尔水，伫咱的奉献底下内底，
遮尔水。即个我感觉足有阮三峡的迄种地形的意义啦吼。阮三峡古早叫做三角涌，大汉溪、三峡河甲横溪冲起来一个三角洲的地带，吼叫三角涌。阮即个留落来，阮伫旧年底的即个跨年的祈祷会，阮就用即个来做砖塔，来伫遐做祈祷，为着教会新的方向来祈祷。即摆阮放伫屏东收起来，吼，放伫屏东阮的仓库间收起来。咱逐个拢点头，你拢无感觉足奇怪吗？阮三峡教会伫新北市呢，阮的仓库伫屏东呢，你无感觉足奇怪吗？阮当咧找仓库的时阵吼。就足歹找啦，毋是伤贵，就是空间无够啦。嘿，阮有40只迄个希诺基的椅啊，阮拢甲留落来吼，40只吼。佫港台倒椅啊，所以空间嘛需要袂细吼。你若真正要做，足侪钱的。佫阮一工吼，阮圣歌队员，阮的慧玲姐啊吼，阮的执事甲我讲吼，牧师屏东有一个仓库呢。我讲哈，吼，伊讲吼，免钱呢，吼。我讲载落爱货车呢？迄吼，因讲会当顺路甲咱载。我讲啥物叫顺路？因的物件上远载到新竹啦，顺路起来三峡甲阮载，叫顺路吗？那有听都有顺路，对不对？上帝有恩典有教业无？感谢主吼，感谢主。毋但安尼尔，包装爱有器材啊，怎想载来？站帮呢？载来，要搬运工呢？因佫派一个劳工司机甲劳工做伙来替阮搬。感谢主，感谢主，阮有真济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吼。这是拄则所讲这个桶仔。阮的礼拜堂真水其实我足介意吼。虽然伊真旧有一寡安全的问题，但是伊有伊的水转来吼。咱注意看这个门，甲伫咱的阮荷兰的 DM 这个新的。阮有将伊的image甲刷过去，这是历史建筑的延伸啦吼。历史建筑的延伸，阮望也纪念着旧的这个建筑。即身马街的上我画放伫阮的角头，要互老家的游客知影讲，这是马街创设的教会。为什么我会安尼做？因为当我甲地方的文化人士伫开讲的时阵，因一直咧讲阮教会，毋是叫三峡教会呢？互你因讲阮啥物教会？因讲阮是马街教会，互我有一个感动。因为马街伫遮已经140几年啊，所以我要爱互因知影，这个就是马街伫这个疼这个土地，对加拿大来认同这个土地，搁伫这三峡帮衬过真济人，所以我就用安尼，阮的同工来帮忙甲阮用好势安尼吼。好。这个礼拜堂是真有特色啦吼，但是真可惜，因为伫物资欠缺金钱欠缺的情形下面，你毋知影物资欠缺吼，若有钱吼，赶紧甲水泥买转来。古早水泥无有蓝空车啊，古早水泥拢一包一包会记啊，50公斤呢，对不对？吼，买转来了，三峡是足湿湿的一个所在，所以若拄着较湿湿落雨，就会电去啊。你敢知影要安怎？即摆我若摕一包水泥电去，你一定问我，你是安怎摕啊？我毋会摕单调，对不对？但是阮的中辈迄个时阵金钱真欠缺，甲硬硬的做粉，继续使用。牧师要问你，水泥电去甲硬做粉是水泥，还是沙，还是粉？有粘性无？无粘性。我念互咱看吼，这是台北市政府工务局的一个标准，用现代的钢筋水泥砌的厝，保用60年。阮伫旧年搬走的时阵是已经71年。好，这是阮的钟塔，阮的钟塔嘛足水的。阮的钟塔无啥像迄个哥德式的钟塔，互你看卖伊像啥物型？我无标准答案啦吼，我家己的看法啦。有成啥物型？竹笋，足在地，你有无感觉吗？我感觉足像竹笋的，吼，阮三峡出产是笋啊，当年拢有迄个竹笋的比赛吼，我感觉伊有成啦吼。好，
我拄转来的时阵，看到即个塔顶悬的十字架吼，无擦色，暗闪暗闪。阮的迄个执事今仔日有来，我就招伊讲，咱来顶悬，甲伊擦互白色的安尼好无？我就招伊去，阮两个做伙去嘛吼。你等下看到伊的体型，你就知影，伊是安那讲一句话，讲牧师我去哩就好，啊，所以伊就爬去你顶头擦互白色的，我真感谢伊吼，因为我伤重。落来呢，阮的教会的同工长辈就开始甲我念啊啦。你是安怎爬去哩？啊，其实伊毋是甲我歹，是烦恼阮的安全。为什么？咱继续看啦吼。这是阮的前塔的通气窗，你有看到壁痕无？好，啊，这个毋是上严重，我连面互咱看上严重。这是阮的礼拜堂一楼的条啊，壁唇。我等于伫遐第二档了，阮搬出来，两档的中间，迄个壁唇是愈来愈大。吼，啊，这是阮前塔的迄个天棚，阮补了又搁落落来，因为内底都已经腐去啊嘛，吼。啊，这是中塔的梁，已经连即个铁啊、钢铁都拢看到啊。吼，啊，这是钢铁吼。啊，咱看到这是二楼礼拜堂的后壁面的天棚啊，阳台遐嘛是补了，搁落落来。有一天牧师娘甲阮一个长老去遐插花，啊，长老讲啊，牧师娘拜托你去替我后壁摕水一下。拄则摕的时阵无代志，要去摕的时阵已经一片伫涂骹。啊，加在上帝保守，阮70几年无发生任何的危险啦吼。但是嘛，袂当用安尼来。阮上帝，你为着阮负责任嘛吼，阮嘛得负责任咧吼。啊，所以这是阮为什么真积极要去思考建堂的一个真重要原因之一啦。当然，将来的福音的需要的空间，嘛是阮咧考虑这个方向吼。当阮甲礼拜堂交互包厢，因估计大概用5礼拜要拆阮的礼拜堂，结果1礼拜就完成啊。感谢主，省袂少钱，但是这互阮一个讲加载，阮有赶紧拆起来哈。咱来看这个影片啦吼。这个怪手咧拆的时阵，阮迄一天举行开工的礼拜了后，阮出来伫外口咧看，伊无用震动的哦，伊用卡啊安尼卡，啊，咱等下注意看吼。怎规片放落来啊？呼，吼，这是为什么阮需要赶紧思考拆掉建堂的最重要原因啦？吼，阮的所有的窗仔门拢是耳落去的，我带阮的同工一块一块真细致甲拆落来，吼，啊，一块拆落来，这中间阮有发现，窗仔看起来水水吼，啊，其实内底拢已经皱了去啊。一半以上拢亲像安尼吼，啊，阮夹好的拢留落来，啊，有皱掉的我嘛留落来哦。阮即马做礼拜的时阵，顶悬有一个十字架吼，是白遐皱过，啊，我甲撸，啊，撸到吼有迄个刻痕，啊，我甲迄个十字架做起来了，我后壁甲写一个伤痕呐，吼，啊，就是讲耶稣基督的伤痕，伊的牺牲，互咱会当领受伊的恩典吼。啊，阮就安尼来准备啊，这是阮为什么需要来拆？啊，这拆这个中间，阮有发现内底有足侪的铁机。这个铁机是古早迄个矿坑的车有无？咱咧讲人力车，细架的啊，迄阵啊铁机都是用铁啊做的，毋是用钢做的。所以伫内底阮拆出来了后，有足侪拢已经烂去啊，锈甲烂去啊。啊，铁机其实嘛无够粗用啦，吼，嘛无够粗用。啊！但是像我拄则讲，71年来上帝保守，阮的教会毋捌有出现意外的代志，吼。佫有一个问题啊，当阮开始咧搬的时阵，每一摆吼咧搬啊，都拢拄着落雨，啊，但是吼约到货车有时间要起来，对屏东来到新竹，佫顺路起来台北，要来甲阮载的时阵吼，迄一天拢无雨。10月7日，阮要举行破土的感恩礼拜，也嘛是邀请迄阵啊台北中会议长，就是洪英文牧师来主持。进前一暝落大雨，透大风。迄一天，阮即马伫国小的地下室咧聚会啦吼，所以阮即马叫做三峡地下教会。
啊，阮的长老一看到我讲，牧师你昨暝有困？我讲有啊，我有困啊。敢好困？我讲好困啊，我都平时拢最好困的。伊讲我拢困袂去啦，规暝落雨啊。我讲无要紧啦，若今仔落大雨，我嘛穿西米露出来外口签图。伊讲为什么？我讲迄是上帝日子，交互上帝就对啊。结果呢，这是洪英文牧师，迄一天的11点开始出日头，毋是出日头尔，佮出大日。天顶你看袂到半块云。洪英文牧师本来足够流汗，迄日阮佮佮安排伫咧外口，阮伫布棚内底。伊讲道甲规头规面的汗，吼，对足歹势。但是吼，感谢主，互阮遮尔好的天气。迄天4点半又搁落大雨。阮经历着上帝几啊摆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阮有邀请三甲区的区长、立委、这个议员甲里长做伙来，因为我甲因讲，这是阮三甲教会的大代志，嘛是台北中会的大代志，嘛是三甲区的大代志。所以因拢来感谢主，伊嘛伫遐甲阮做伙来签这个名将来这个图签也要放伫阮的历史室来做这个电视啦吼，来见证上帝恩典。我拄则讲啊，阮甲旧的哥德式的汤选去伫新的建筑的中间，这是一个历史延伸。但是哥德式的建筑是足均衡的，左右要平均的。但是主观阮的新的画图，我有甲建筑师讲拜托，莫伤过平均，看起来很没有活力。所以也有哥德式的感觉，但是嘛有新的建筑的一边悬一边低吼。迄低这边是阮的将来的埕，是较瓦楼街这边阮会做一寡互观光客方便入来，会通来了解这间马街开设的教会吼。这是阮的后壁面，遇到阮的三甲河，大概一半以上拢无遮早着，因为阮的厝比人较悬。然后伫三甲河若咧行路散步的人，拢会当看到阮的视频架，吼，这是阮建筑师的设计。伫靠楼街这边是阮的埕，放伫即个所在，有一个迎宾的空间。阮嘛有咧思考要伫即个所在来种一寡圣经内底的植物。互因会通借着安尼来去认捌基督教的信仰吼。然后阮有做一个1楼会当爬去2楼，互因会当对阮的2楼的阳台来看楼街吼。阮也做2个拱门，嘛欢迎咱若青年要翕相会当以后来遐翕吼。你若结婚阮无要甲你收钱，会当来吼。这是我公寓这边啦吼，就较无美化吼，因为公寓炸掉的吼。这是阮目前的进度啦吼。阮即目前已经伫地下室加深的所在是污水化粪池甲雨水积存的所在已经看起来。后礼拜一就明仔载，建筑师来勘察过了后，阮就开始要灌地下室的地板吼。阮地下室做1楼尔定因为吼，佮加乌1楼爱佮5000万啦吼。阮真正无钱吼，真正无钱所以阮毋敢佮乌落去吼。这是嘉盛区咧灌浆的时阵我有时我会甲牧师娘做伙去遐看者。阮有2位长老咧做监工，所以基本上我即马工程咧进行的中间，我毋免特别是伫遐看。阮2位长老拢真尽职，嘛真专业，伊会甲我分享因所看到的代志吼。阮伫即个做代志的处书典馆，阮分了足清楚啦吼。有人讲吼。牧师你拢无要去看吼，你会毋知影到底进行到倒位无？我讲你免烦恼，阮的监工这2位是阮的监工的长老，工地主任吼是咱新德中会鸿运教会的青年啦吼，因全球公司甲阮承包，这个青年是2008、07，我就熟悉，伊咧读大学的时阵伫家己就甲伊熟悉。了后才知影讲因兜咧做工程，有一寡故事，然后因就来承包。伊嘛真好的即个交通，定定送相片互我，说明伫阮的群组内底拢会说明吼。所以阮的同工的分工拢真好势。阮若要对工地主任，虽然迄个是我进前参过的大学生青年，但是我袂甲伊要求东要求西。
我会透过阮的主任委员王连庭长去甲伊讲话，阮分甲足清楚。莫互伊乱去安尼吼，所以咱若看伊工程的进度，我嘛是感谢上帝。看到工程有进度，一方面足欢喜，一方面足烦恼。因为有进度，我都要纳钱啊，吼所以这是咱伫建堂的这中间的心情啦吼。阮本地500几坪。但是阮有一寡路着路地，所以阮必须爱继承道路爱关地吼，所以剩落来476坪外，阮要起1596坪地下1楼、地上6楼，礼拜堂伫6、7挑高吼，有斜屋顶，阮将来会起这个太阳能发电啦吼。有人咧问讲是安怎，着爱起甲安尼满啦吼。我讲有几个角度啦吼，第一个角度是讲，咱咧考虑的是礼拜堂建筑，我袂考虑现在。如果我即马考虑现在，我毋免拆，我即马旧的空间就有够用啊。我要考虑是10栋、20栋、30栋，到会咱5万2安怎发展？所以爱甲空间创甲有够。过来，你袂当讲咱即马先起一半就好，以后才过来起顶头。我要请问，新的水泥甲旧的水泥会连做伙无？永远袂。所以为着安尼，阮着爱较忍痛，甲伊计划较够，甲责任担起来，莫互责任留咧互后代去担。所以阮会当工有安尼的认知，阮就安尼来设计。阮的地下室当然是停车，将来阮的乌多摆袂停伫下骹，但是照规定爱画。所以，阮若会当停甲满汽车大概20台，那礼拜日拢甲车道空间拢甲停甲满，大概当停甲35台左右，吼。1楼嘛是爱有法定的停车场，但是阮周间袂停车，周间要做阮的老人日照，阮嘛有双联大学，嘛有周末营。将来阮若5万会当有搁较侪的社区的聚会、宣教的聚会，会当利用这个空间吼。因为搁外口通好使用。伫即内底，阮也有2间的历史室，即将来要将阮所收集遮的历史的资料放伫内底。阮有一间大的灶骹，咱有几位兄弟姊妹甲阮订油饭啦吼，你食看卖啊！我相信你一定会迄个。回笼，吼，我足爱食油饭的人吼，我食袂惯啦吼，阮的当工真正足够煮安尼吼。阮将来伫老人日照也用伫这灶骹，将来要继续预备嘛用伫这灶骹，所以阮这个大灶骹对咱来讲非常重要。阮有管理室，因为是大楼吼，连伊甲咱讲3楼，阮有做另外规划，所以阮会有聘请管理员吼。好，阮有一个商店，我咧想讲。会当做人，亲像咱楼骹做人有加担保的收入安尼，会帮助阮的这个经费吼。但是因为阮这个球场内底空间嘛较细，是毋是做会出来？我嘛毋知吼。就是哪看啦吼。无体甲阮的预备当中，阮有一个团购，为着建堂组成的团购，阮的当中嘛伫遮吼，嘛会当利用这个空间嘛，无一定。将来阮若准有人伫遐。来游客来，阮嘛会当甲按来交代、介绍教会、介绍福音吼。阮搁咧思考的中间啦吼。这个就是阮咧讲外口迄个楼梯下骹，阮有做公共厕所，欢迎游客来使用啦吼。阮毋茫讲，那安尼是会当对外面来开放。阮2楼有一个礼拜堂，会当坐205人。阮这个是要设计做少年人的，遮的物件拢要放伫迄个2楼。互少年人会当有家己的礼拜空间，吼。伫行政办公室就放伫2楼，然后阮有一个交易厅，这个交易厅椅仔排排会当开会、聚会、上课。普通时嘛会当摆咖啡椅仔，会当伫遐做交易，吼。边仔有一间细间的吧台，通好使用。然后有预备室、乐器室，吼，所有的乐器会放伫迄内底。我主要讲完美景点的伫咧外口吼。好，3楼较特别是阮甲三峡的新的区叫做北大特区，就是台北大学的所在。甲阮是敢若2个世界啦吼。
阮毋望会通提供即个大学生的宿舍，会当吸引即个大学生的基督徒，或者是咱来宣教嘛，无要紧，欢迎因来住，咱直接来做管理吼。有一间VIP 室啦，贵宾室吼。嘛，因为安尼，所以伫政府咧审核阮的图的时阵，互阮一个叫做管委会的空间，这无算伫阮的容积率内底，72平左右。阮会甲转型做伫三峡内底真好的一个展览空间，因为阮四四角角真好用，会当计做大中小无共款的空间来使用。阮也毋望讲因将来若要开画展啊，开什么展览，想到就是三峡教会教会诚做地方的地标安尼吼。过来，咱注意甲看即个3楼的看度，甲4楼的看度有救起啊，有无？咱搁看一摆，3楼是遮宽，4楼已经救起啊。就是因为阮毋望礼拜堂的看度莫超过18米，超过18米的建造的成本会差不多2倍半，所以尽量甲控制伫18米以内。所以阮就开始救，开始救。4楼有4间教室，那中搁做经家会当到6间，外面有6米的看度。23米的长度的室外空间阳台，所以阮会当伫遐办户外的活动，嘛欢迎以后恁会当来阮遐看星星数月亮，毋对，看月亮数星星哈，这足大的空间会当做户外的活动啦哈。这是我转来了第2张的建筑图，第1张的建筑图，阮的同工就已经设计2间的牧师馆。迄个意思就是讲，阮已经毋望教会一定要发展，阮将来有需要团队服侍，所以阮也放2间的牧师馆伫这个所在。5楼也常时做小会、中执会、甲文字历史的收藏的所在，6楼就是阮的礼拜堂，会当坐250人。边仔呢有一间是玻璃屋，顶悬的做太阳能发电。阮若拍开，会当去坐150人。也毋望会当提供中会比如讲妇女部还是少年部的开会聚会，阮会当欢迎因来吼。毋望会当提供伊台北地区，其实要有大间的空间真少啦吼，真少吼。这是阮大概新的设计吼。佮占咱2分外钟，甲我拄则讲的用短影片佮回溯一下。阮的鱼脑机的门窗，阮拆落来了，阮有咧做12架。做小鱼咧做鱼卖安尼吼，这是伫这个中间阮所咧做的的工作，有没有声音哈？对不起，我忘了提醒。谢谢。阮第1摆建堂用28档，阮这摆建堂即马第9档，但是进前嘛讨论伊20档的时间。但是正式开始，阮即摆第9档，阮有前人的一个真好的典范，因毋惊艰苦，阮嘛袂当嫌苦，所以阮努力来做。伫阮咧头前咧行的最中间，事实上嘛真侪的恩典，亲像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伫遮，这是上帝互阮足大的恩典，来到遮甲大家三甲来分享。这就是阮需要拆掉中间的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吼。我用迄个铁锤5磅的，安尼水泥就落来吼，所以其实是真需要来重建啦吼。我也带阮的同工拢伫顶悬咧做这个义卖的物件吼。6月份其实是我转来3年了第1届的休长假。但是无拍算，因知影我要回去了，因就讲，牧师你来讲道来分享，阮为着恁奉献，感谢主。安尼1减2顾吼，就为着教会去分享安尼吼，也感谢遐兄弟姊妹愿意来帮忙。你看这个吼，安尼一落来，就规个钟头就拢已经放弃啊吼。这是阮真正是必须爱来做的一项代志吼。2亿5千万是硬体，阮还佫有一内装，比如讲椅
比如讲讲台，比如讲钢琴。我若看到教会三骹钢琴，我做行善的，因为阮的教会拢无吼，阮的教会阿布莱多安尼尔吼，所以这是阮将来的目标啦吼，阮将来的目标，也邀请大家会当成做阮的大道的勇士，继续来为着阮祈祷。这3句话是我写给阮的兄弟姊妹来鼓励因。虽然有困难，虽然毋是遐尔容易，但是上帝的确要照光伫阮头前的路。也邀请恁，搁一摆来邀请恁。这是阮后壁需要的物件啦吼。我若要用老人日托，阮的迄个灶骹的设备啦吼。这个大学中心一间房间住2个人，大概要100万的设备的费用啦吼。礼拜堂啦、圣餐桌啦、讲员的椅啊，等等正的吼，用起来换啦爱袂少钱吼。音响啦吼，一只椅啊，阮估计起来目前是24000啦吼。但是阮若订单较慢订的吼，有可能会佫起价。我嘛，即马嘛毋敢先订吼。大概有叫人咧设计这中间啦吼。阮这的物件，比如音响、椅啊等等这的物件，拢需要搁重新来去思考。当然，阮旧的嘛拢留落来，亲像阮伫礼拜堂旧的阿布莱多的钢琴，即马放伫阮牧师馆，因为阮的圣歌队员拜六拢伫阮兜咧练，因为阮即马无空间通啊练吼。阮伫真靠咱的这中间，阮培养真好的感情。牧师出来来分享。教会邀请圣歌队，因就足欢喜做伙来参与这样代志。阮回来了嘛，去伫新学院咧修授中课，所以牧师娘伫商联大学内底，也有教这长辈。阮有一半以上拢是社区的这长辈，教因看谱来用放纵吼。阮牧师娘在教吼。你若欢喜。要继续了解阮的建堂的进度，你会当扫这个 QR code 加入阮 LINE 的群组吼，也是你会当加我家己的 LINE，咱会当继续来分享阮的建堂的这个事工。搁一摆感谢所有的兄弟牧师咱的同工，也互阮有这个机会来甲咱三甲分享，也搁一摆邀请咱来为着阮祈祷。做阮后壁真强大道的勇士，咱做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伫济的欠缺中间，你无爱阮看到困难，你爱阮看到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主，你要施落新约，透过济听阮的兄弟姊妹施落的恩典，互阮温满富足。伫阮无论是建堂的事工，伫阮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阮的工作，拢有主你充足的恩典，甲阮三甲伫地。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路，也求主你祝福堂教会，伫因这个所在所徛起，伫遮敬拜，伫遮学乐，伫遮所做的社区的事工，会通利益着众人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伫你的面前谦卑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三甲来吟回应圣诗，圣诗第364首，吃这个饼，啉这杯，会众请起立，吟全首。
谢谢。这是奉献，请李振业杨春莲技术来书献。会场请起立，来金凤燕的诗。同心来感谢，神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也伴领阮兄姐来到伫你的圣殿，三角敬拜、学乐，领受你的话语，也伫阮的生活中丰丰富富的看顾甲享受。这时，阮兄姐甘心乐意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诚做教会事工的路用。这时，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主任二的小朋友有准备一个录影的节目，为了祝咱所有的爸爸拢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节。我叫陈以乔，祝爸爸上班辛苦了，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的名字叫黄可欣，祝爸爸天天开心，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的爸爸叫郑乔章，我的名字叫做郑可成，祝爸爸天天开心，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的爸爸是陈汉文，我是陈以欣，祝爸爸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我爸爸名字叫做黄平瑞，黄建章，我的名字叫做黄平瑞，祝爸爸工作辛苦，祝爸爸父亲节快乐。大家好，大家好，爸爸是黄昌文，他工作很辛苦，有空时候带我出去玩，父亲节快乐。我是黄雨杰，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戴雨果，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廖新志，祝爸爸父亲节快乐。祝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然后谢谢爸爸。刚刚讲的，我刚刚有来到现场看我们跳，然后陪我一起
像没了。那你想要跟爸爸说什么？谢谢，祝爸爸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平常带我去上学，然后带我去别的地方，带我去剪头发，然后陪我玩电动。我妈分享吗？差不多就这样。谢谢爸爸，爱你哦。你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明天有时候煮火锅给我吃，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平常带我去上学，祝你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平常带我去上学，父亲节快乐。谢谢爸爸陪我玩，帮我按摩，父亲节快乐。咱来多谢注意学生的献唱甲录影吼，拍拍啊，多谢吼。这时我要邀请咱在座的身份是爸爸的吼，请起立好，包括三节教会兄弟姊妹吼，咱拢站起来，起立就好，起立就好吼。身份是起立啊，所以我要请，毋是这个身份中级啦吼，来分红包，简单一个敬意啦吼，简单一个敬意，要多谢咱大家真做爸爸的辛苦，吼，真做爸爸的辛苦。
本着了，搁无准算，搁徛一个啦吼，搁徛一个，勉强搁徛一个吼。咱等下会做伙来祈祷，所以嘛爱为着咱在场所有身份是老爸，咱不管什么时阵拢咧学习，这位天父的慈爱，所以不管活到什么年纪拢共款，拢爱学习调整，成做爸爸这个身份，上帝的祝福，咱有权柄。 有权威，所以咱讲话时阵吼，对这个囝儿有效力、有影响力。咱免伫无共款的时代，甲因会成长做伙，是有上帝祝福。您知，这是一个智慧甲祝福。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有这个身份。你互阮有老爸身份，就是爱阮学你。 亲像天父即款的身份，即款的疼痛来疼囝儿，求上帝赏赐，帮助阮，互阮所领受到的这个积分，是上帝你爱阮，伫阮的家庭内底，伫阮的囝儿事世的内底，成就上帝你的疼，帮助阮，互阮使用阮的影响力，祝福伫因。 身躯顶头，帮助阮，互阮领受老爸的身份，是上帝你所交付互阮的。求上帝赏赐阮教养智慧，来好好使用。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搁一遍拍拍来多谢在场的爸爸，请唔通服听，会当坐落来啊，不用夸赞哈，可以坐下来的哈。多谢多谢。我伫遮来介绍。 特别是爱介绍李仁豪牧师甲三甲教会的生活队伫咱中间，虽然因阁有同工伫后壁吼，所以请因拢徛起来好无？请因拢徛起来，互咱拍拍来多谢因。因所带来是见证，也是祝福，请坐请坐吼所以咱会当用。 常务的方式为因来祈祷，常时若经过三峡的所在老街，就伫老街边仔尔，吼，就伫迄个三峡老街边仔迄个所在。我古早去的时阵，这主歹势啊！我第一遍入去我就感觉这围楼，真的，我无带恁讲假，我一日去，我去到迄个场，我就感觉这危险，搁再进入去搁危险，结果无拍算。 恁个过当住会到旧年吼，真正无简单。所以今仔日来，其实只是要邀请咱做伙参与，就是奉献一块砖的快乐。我相信嘛是上帝所看见，咱会当奉献一块砖，甲因做伙同工，特别是祈祷，透过祈祷，透过奉献，透过关心。 当然，伊嘛有期待啦，所以咱嘛会当持续来买啦，吼，甲因保持联络，愿上帝祝福，就甲因做伙伫地。我今仔日要来介绍一位伫咱中间的贵宾，快振华弟兄，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快对吧？欢迎。 进前伫英哥中咧教会今仔有感动，今仔来到咱的教会吼，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英哥甲阮足近的，吼，英哥甲阮比三峡较近啊吼，来，请坐吼，来，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我伫遮无要搁加讲，总是嘛无要报告，我已经常常了，今仔是礼拜上久啊吼，无要搁报告，请家己看周报。 奉献有出入，请联络办公室。然后特别催两项代志。第一项，女主新学院即要开课啊，请咱踊跃报名，班主任伫遮，所以伊搁咧烦恼吼，15个人以上才会当升班吼。即摆行7个尔。拜四早起，咱若有时间。 请咱做伙来报名女主新学院的课程。第二项，
8月2的课程嘛咧催啊吼，所以文官长老伫倒？文官长老文官长老，咱的小组组8月2啊吼，咱若要读8月2，迄个文官长老遮请伊报名，请来做伙来读台语啦吼，用透过8月2来读台语，这是一个真水学习的这个过程。所以请坐吼，莫发听所以无要搁报告啦，无后壁无报告啊吼。所以若有啥物款的问题，请甲我联络，就是办公室，安尼就会使。剩的请家己看，多谢咱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晚是请李牧师来接导，会场请起立，吟全首。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伫地，无论咱拄伫什款的境遇，拢有主的同在。愿主所想事的平安，甲咱同在，对这粒教永世代无尽。阿门。祝福谢恳，请三月教会圣华队主我伫遮。我
平压密岛。平安礼，请咱互相请安，平安礼，耶稣请你，万你平安。